前一阵有艺人约出体检做假的闪做兵，包括王大陆、陈零九等等，还有做假集团4个成员，拢总28人去互检方起诉。以色列甲伊朗开战，伊朗抢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互国际油价高度升悬。另外，主持人选择投资金嘛互金大起价。美国明尼苏达州2个议员甲因的牵手去互开枪，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警方即马是已经成功抓到这个逃亡嫌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今日新闻头期先要带大家来关心到秘鲁伫咧15中昼11点半左右发生规模6.1的地震，震央是伫一个号做卡窑的港口城市，部分的地区受传出建筑物受损，也有崩山的灾情，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秘鲁的总统嘛有亲身赶去到灾区来视察。15早起11点35分，熊熊天摇地动，真侪民众为建筑物内底走出来。另外一条街路人是搁较侪，而且大塞车。这个地动的地动中心，伫咧首都利马附近港口的都市卡窑。根据秘鲁国家地动中心的记录，是规模6.1。美国地质调查记录的规模是5.6，深度是53公里。出动时有职业骹球赛暂停几啊分钟，教堂弥撒进行到一半，嘛发出呼吁。警方表示，利马北部一个36岁查甫人徛伫伊的车外口等乘客的时阵，一栋建筑物的外口墙落来，直接撞到伊头壳，伊全无命。紧急应变中心表示，这个地动还佫造成几啊个人着伤上病院，还佫有车路甲教育机构嘛受损。利马市几啊个所在发生崩山，总统去沿海地区视察山架崩落来的情形。La alerta es que no hay tsunami en el litoral de la costa limeña。秘鲁人口有3400万人，地理位置伫咧环太平洋的火山带，平均每一年会发生至少100个明显的地动。最近一届大地动发生伫咧2021年11月份亚马逊地区，规模是7.5，而且有超过70栋厝受损断。公视新闻吴文良编译。以色列甲伊朗互相发动空袭，伊朗讲已经超过220个人死亡。以色列嘛宣布已经杀死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首长，佮毁掉伊朗的浓缩铀设施。美国总统川普是强调讲，虽然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可能佮会拍一阵啊，不过两边应该是有机会会当达成停火协议。伊朗继续对以色列发动大核试，真实升落3号的报复攻击，对以色列发动数百粒飞弹。以色列中部城市佩塔提克瓦16日透早受到伊朗飞弹的攻击，至少12个人受伤。然而，以色列第3大城海法15日暗时也予伊朗锁定，主体区真侪建筑是烧烧去，真侪民众赶紧秘入去地铁站避难。The situation may be not so bad because I expect we will win. Yeah,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y we have schools. Why do we have educational systems if the grown-ups are just gonna bomb each other? It's confusing, basically. 伊朗表示，以色列攻击已经造成伊朗200多人死亡，当中有真侪是妇人人甲囡仔。原来以色列15日也声称讲，成功弹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首长卡泽米甲副手。伊朗外交部受到冲击，伊朗纳坦兹地区的浓缩铀提炼设施也互毁掉。以色列国防军15日强调，按算攻击伊朗会付出代价，但是为着生存，以色列是无别的选择。וממחישים את הסיבה לכך שפעלנו עכשיו, לפני שיהיה מאוחר מדי. 美国官员表示，顶礼拜六到拜日，以色列有机会暗杀伊朗上悬的精神领袖哈米尼，但是和美国总统川普动落来。川普15日表示，伊暗算以色列甲伊朗双方会当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伫这进前该战一阵仔。Sometimes they have to fight it out, but we'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 I think there's a good chance there'll be a deal. 15到17，伫加拿大起过的7大工业国峰会，会锁定这场关系到全球局势的冲突。川普受访的时表示，无反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来敲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不过马上受到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反对。然而，国际油钱已经受到影响。16亚洲的早盘，布兰特原油一时是起5.5%。伊朗逐天出口大约150万桶的原油，捌伫14警告讲，考虑封锁荷姆兹海峡，全球有1/3的石油拢通过这个海峡来运输，若是关起来，会严重冲击到全球能源市场。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
继续来关心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因为以色列有分站的防空系统是成功拿下到真侪飞弹的攻击。咱也有专家表示讲，台海之间的距离较近，虽然各军同款是有真侪因的防卫，不过会当应对的时间较短，要拿下中国发射飞弹困难度嘛有较悬。飞弹像流星雨一直伫夜空飞过，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继续升悬。伊朗部分飞弹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网，互伊国城市受到损害人员伤亡。也毋过，其实以色列的多战术防空系统发挥作用，伊朗的飞弹威胁多数拢轰炸落来。以色列的反弹道飞弹能力的话，它主要还是在于说前面的剑2、剑3以及它大卫投石所这一类的铁穹系统，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它的价格，二方面它的主要目标就是拦截这些70公里以内呢可能不具备导引能力的便宜火箭，所以让它不会对人口稠密处进行威胁。以色列分站防御的防空系统，包括有名的铁穹系统、单位透照所甲战术反导系统，各有用途。其中战术3屏系统负责顶站防御，会当查到正伫大气张挂的远程大导飞弹；单位透照所会当有效查到70至250公里内中站空袭目标。铁穹组了查70公里内的低点飞弹炮弹。美国伊国防空系统台湾同款也有爱国者甲共3顶多战术防御网，也毋过专家提醒，因为台海距离短，若发生冲突，有经时间更较少，相对查到的难度也提高。比如说像远火部队这种远程火箭弹的攻击，我们如何针对这样的武器实施所谓的侦测跟拦截？整个台湾的这个防空体系里面，它必须在做更完整的评估。因为以色列伊朗冲突还未停，能够拢关掉空袭，能够做以色列代表处15协助14位滞留以色列的咱国民众退离。已经安全到约旦，另外有9名台湾人伫伊朗境内，相关驻外管处拢有甲因保持联系，会专业协助想要离境的咱国民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以色列甲伊朗互相攻击对方的炼油设施，而且伊朗阁放调讲要封锁这个荷姆兹海峡，因为这荷姆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真重要的通道，若是封锁起来，恐惊是去冲击到全球的能源供应，一声就互这国际油价大清悬，凡是一桶油可能会起到$200。另外，面对着这款紧张的情势，愈侪人选择要来投资金仔，这也互金仔有可能会起到超过$3500。近日，昨晚有艺人逼出体检造假的闪做兵，包括王大陆、陈零九等等，还有造假集团的4个成员，拢总28人去互检方起诉。其中，王大陆将伊的证件借互人去伪造病历，佮假做证件判件申请补发，这是加一条罪。检方嘛建请法院就要甲因判重刑。伫碰西无啊，黑色翠暗台北车站集合，艺人王大陆伫今年3月互检警查出闪病药失败，伫黑台北市社会局社工科做替代药，共案牵连的阁有1位。你花了多少钱赏金？包含歌手陈零九、模范棒棒糖的艺人威廉、李川、戴金、special 警团员 TD 等等，有24位艺人名人的闪病药集团引起社会关注。昨日检方宣布警查终结，起诉28人。陈姓被告等27人均涉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之10男子以不法方式变更体位，避免征兵及刑法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另任王姓被告涉犯刑法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嫌，均依法提起公诉。检方调查专案做手的姓陈的主嫌，也有3位集团的成员，伫2016年到2025年1月期间，联络24位闪病药的男性，并且利用家己的病来犯案。姓陈的主嫌会伫药兰初检了后，要求前往指定的门诊，并且经过禁气、冒名顶替等等的方式来得到重度高血压的诊断证明书，过来请药兰申请变更体位复检，并且伫复检的时申请自回挂24点钟血压监测记录器，才个由做手的人代替量。都是3赌5对啦，那基本上都是说要现场要核对，确认是同一个人。我们接下来要如何确保一个人回去都是带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申请复检的部分，它是跟其他一般的民众安排在那个诊间去做检查，特别有发文告诉医院说一定要加强人貌的核对。检方目前认定27位被告拢涉嫌犯妨害兵役治罪条例，也有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另外，王大陆更加因为长期伫境外，煞甲身份证甲健保卡交予主嫌冒名来看医生，倒来台湾了后，以判件做理由，向户政事务所
经保署申请补发，也互依照署公务员订载不实文书提起公诉。也拿细单的做手的主嫌利用制度的康帮甲药篮来造假，描出763万接济报酬，检方也建请法院来判重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北的金宝夜市有一个指南客运的公车司机，咱像本晚后壁的公车直直咧乌白板，就来将车停伫咧路中央，走去拍后壁行客运的司机，甲人拍到着上要来提告。目前指南客运嘛将这个拍人的司机暂停出车。公开公车门去甲冲上车，穿写做的查甫人一直嘛搁出手攻击拍司机的头甲面，动手拍人的本身嘛是公车司机。是不满被按喇叭，是不是？是觉得按喇叭就针对他，还是说有什么载客的问题？记者问伊拢不爱讲，涉案的50岁司机是伫指南客运任职，停等红灯的时阵走落车拍被害司机，专案的导火线都是这件代志。好拍的险险客运驾驶开伫拍人司机后壁，真侪解饲喇叭是甲骑机车人提醒，煞叫误会是伫甲扒。嫌犯辩解讲，甲对方有竞争的关系，路线真侪公路，认为对方有意抢人客，唔知饲喇叭。第一时间上去的时候，我们驾驶有请乘客帮忙报警，但是乘客。因为在后头听不清楚，那后来我们驾驶哥把门打开，让乘客协助说能够下去帮忙报警，到6、7个乘客啦都没报警。冲突是伫台北市景美夜市边发生的，则是暗时9点外，司机向拍人，车顶真侪乘客行甲紧落车，无辜红牌驾驶头嘛真侪所在受伤，出现头痕，即马已经提告伤害。本案适涉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及道交条例第55条。违规临时停车，出手性平驾驶，毋若涉犯伤害罪，佮甲车停伫路中央，佮收一张红单。所有的客运业者马上要求伊暂停开车。目前驾驶已经是暂停开车，一直有在跟对方联系，然后也有过去质疑。一时失去理智，对同行军头某小款台，为内部定处行政处罚，佮有刑事责任，即马拢爱一项一项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邀请在野党6月18去听国安简报，总统赖清德嘛亲身来参与。不过，南北两党就怀疑这背后可能有啥物计谋，也认为应该爱真正来促进调野的交流。另外，赖清德今仔日接见美国众议院的访问团，希望会当再来加深台美的安全合作。甲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小揽，总统赖清德接见美国民主党议员访问团，高声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强调台湾会加速推动各项改革，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我也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伙伴关系，继续深化国防产业的交流合作。This is an important time. Not ju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relationship, but all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en we look at conflict in Europ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incumbent upon democracies to hold the peace in Asia. 赖总统18会邀请在野的领袖进行国安简报，民众党16出面说明讲，强调15下晡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卡来沟通，但是府方规划头前的总统接见，敢若赖清德总统致辞，后壁的国安全部甲综合讨论的阶段拢是关门，认为甲进前赖总统宣示的坦白真诚交换意见有争差。那如果会面又没有机会促成正向的交流，那是不是只剩下政治的算计跟角力？赖总统应该也要充分去尊重在野党的主席，要不要来参加？那我们当然是尊重，不要去一场鸿门宴呢，最后还惹了一身腥。吴国昌强调用上开放的态度继续甲府方沟通，不过无表态敢会出席国安简报。立委讲需要是向吴国昌化为讲，希望会当实行在野党领袖的责任，调野好好沟通。国民党方面，秘书长吴建庭15时表示，甲府方沟通了后，有得到正面的回复，强调党主席朱立伦正面看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针对要废除监察院的议题，那民众党提案要修宪法，国民党嘛提出要修法，甲一寡做监察委员的条件太高，也新增加做监察委员的人10档内袂当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另外，又有监察委员逼出公务请私用的争议，也去互质疑处理的速度上过慢。废除监察院，民进党不要骗！
今日监察院连续发生公务车使用的争议，民众党16带队到监察院大门抗议，佮押出监委天秋锦5月放弃到还未到下班的时间，就已经坐公务车到台北转运站。这是副议长李鸿钧捌表态的全面检讨制度，佮移送纪律委员会。今嘛各方积极进度上班。我们现在所有院内的事情都由副院长回应。有关于纪律委员会的部分呢，因为依照他的设置办法跟他的任务，原则上它不是一个定期会。开会没有？他会根据相关的议案跟委员的时间跟。所以他开会没有？目前还没有。民众党团但出废除监察院的修宪提案。有过20个提案成立修宪委员会，国民党立委齐卡心、王凤仪也针对监察院组织法提出修正，包括删除捌担任立委1任以上，也是直辖市议员2任以上资格限制，加删除有政治经验等条件，佮增加10年来有家己政党也是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者，被当作监察委员，和监察院认为强加的限缩总统提名权。这些年运作下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实它就是配合政府。那其他条款也都还存在，而且其他条款的范围也很广啊。我不相信总统从这些几千万人里面却找不到那个适合的人选，一定要从政客里面去挑选嘛。过去国民党是奉行五权宪法的。到底现在要不要配合民众党，配合黄国昌？如果是已经要废除监察院了，那现在干嘛又大费周章要来修法？大家看甲雾煞煞。针对民众党的修宪会监察院保证提案，已经有几位南北立委参与联署。民进党团监事长吴思瑶表示，虽然着赢长期，主张会可干。也毋过也烦恼知影是政治报复式的修宪，强调现阶段被随因礼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美国明尼苏达州2个议员甲因的看守去互开枪，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在嫌犯迄当阵是扮作警察来犯案，伫逃亡的过程当中，警方对伊的车顶佫有敲出一份那像是准备要杀害70人名单。警方就提出大约代票150万的赏金，要来抓这个嫌犯，好佳在有成功逮捕。明尼苏达州前州议会议长霍特曼甲伊的翁婿为上放伫议会大楼前的花台，互民众悼念。霍特曼翁某是伫当地时间拜六透早伫厝内，互假警察57岁男性嫌犯博尔特上门开枪，当场死亡。My good friend and colleague, Speaker Melissa Hortman and her husband Mark, were shot and killed early this morning in what appears to be a politically motivated assassination. 回头进前升起15公里外，另外一个州参议员霍夫曼的厝内作案。霍夫曼甲伊的家后拢受枪受伤。好佳在经过手术抢救，2个人脱离险境。回头作案了后，捌甲赶到现场环境发生枪战，尾也逃走。不过警方无偌久伫西部利郡发现作案的车，佫伫车内找到有70人，好亲像暗杀的名单，大部分是支持对泰人。When we did a search of the vehicle, there wasn't a manifesto that identified many lawmakers and other officials. We immediately made alerts to the state who took action on alerting them and providing security where necessary. 烦恼回头刺杀犯案，警方唔敢大意。FBI 嘛提出上悬5万美金，差不多代表150万的赏金，全力抓人。过路400多条线索，总算15暗时伫西部利郡甲凶手逮捕。伊面临2项二级谋杀罪甲2项二级谋杀未遂罪的指控。但是犯案的目的也有待查清楚。互伊攻击的2个政治人物，拢是明尼苏达民主农民劳工党。这个地方政党立场瓦近民主党。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咱过来关心到以色列参哈马斯的冲突是影响真济加沙地区的囡仔无法度受教育，随时拢会烦恼会遭受控制。当地就一群少年人发心出来教这囡仔跳舞，互因会当暂时将惊吓放袂记，也对未来产生梦想。囡仔先规定做伙跳霹雳舞的马戏步了，就开始个人秀。有人跳高车步，有人连续做3个地磅的动作。这寡加赛囡仔，大家面顶拢是笑容，哪听音乐哪跳舞。伫这个时阵，拢袂记对战争的惊吓。以下战争，互真侪囡仔无法度去读书，定定伫咧美空笑。所以当地爱跳霹雳舞的少年人，就做志工团体，带囡仔来学跳舞，消透因心中的压力。
أنا قررت إني أعمل فريق وأسميه بريكنج 48 إنه حتى إحنا نقدر ندعم الأطفال، نغير فكرتهم إنه في حرب وفي إشي، لا نغير نخلي فكرتهم إيجابية، إنه ما يصير إنه في إشي سلبي عندهم، فبنفرغ عنهم من في هاي الطريقة. 一群少年志工来自无同所在，除了教囡仔学跳舞，也轮流到其他的避难所用舞蹈表演安慰囡仔的心灵。不过因为去无同所在时阵，加减会拄到交通无方便，且电量无够的情形，到某时阵有当时会拄到空袭。إحنا بنواجه كثير صعوبات لأنه حاليا ما في مركز عندنا راح كل إشي بندرب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شارع أو ما في إشي يجمعنا مع بعض خلف الشارع. بنواجه كمان صعوبات كثيرة لأنه إحنا لما بنيجي بندرب في الشارع بنشكل خطر كبير على الأطفال. 霹雳舞团的教练沙飞伊希望会让这场舞蹈让全世界知影，就算加沙正遭受到空袭轰炸，囡仔也是有权利甲其他国家囡仔同款安稳的生活，也有家己的梦想，并且希望会当实现梦想。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